依家就戴上你對耳機，放下你部手機，閉上眼睛，靜心聆聽。聖經廣東話版創世紀第4章。有一日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懷孕，生了該隱，便說：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。又生了該隱的兄弟亞伯，亞伯是牧羊的，該隱是種地的。有一日，該隱拿地裡的出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，亞伯也將他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。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，該隱就大大的發怒，變了臉色。耶和華對該隱說：你為什麼發怒呢？你為什麼變了臉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豈不蒙悅納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門前，他必戀慕你，你卻要制服他。該隱與他兄弟亞伯說話，二人正在田間，該隱起來打他兄弟亞伯，把他殺了。耶和華對該隱說：你兄弟亞伯在哪裡？他說：我不知道，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麼？耶和華說：你作了什麼事呢？你兄弟的血，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哀告，地開了口，從你手裡接受你兄弟的血。現在你必從這地受咒詛，你種地，地不再給你效力，你必流離飄蕩在地上。該隱對耶和華說：我的刑罰太重，過於我所能當的。你如今趕逐我離開這地，以致不見你面，我必流離飄蕩在地上，凡遇見我的必殺我。耶和華對他說：凡殺該隱的必遭報7倍。耶和華就給該隱立一個記號，免得人遇見他就殺他。於是該隱離開耶和華的面，去住在伊甸東邊羅得之地。該隱與妻子同房，他妻子就懷孕，生了以諾。該隱建造了一座城，就按着他兒子的名將那城叫做以諾。以諾生以拿，以拿生米戶雅利，米戶雅利生馬土撒利，馬土撒利生拉麥。拉麥娶了2個妻，一個名叫亞大，一個名叫洗拉。亞大生亞伯，亞伯就是住帳棚牧養牲畜之人的祖師。亞伯的兄弟名叫猶伯，他是一切彈琴吹簫之人的祖師。洗拉又生了土伯該隱，他是打造各樣銅鐵利器的。土伯該隱的妹子是拿瑪。拉麥對他2個妻子說：亞大、洗拉，聽我的聲音。拉麥的妻子細聽我的話語。壯年人傷我，我把他殺了；少年人損我，我把他害了。或作我殺壯士卻傷自己，我害幼童卻損本身。若殺該隱，遭報7倍；殺拉麥，必遭報77倍。亞當又與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個兒子，起名叫賽特，意思說：神另給我立了一個兒子代替亞伯，因為該隱殺了他。賽特也生了一個兒子，起名叫以挪士。那時候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。